你好，歡迎收看公視第幾台下晡新聞，我是曹欣。27秒來看今仔日的新聞重點。包圍風台升等新竹尖石山區未少所在綁起，有11人受困，其中包括要搶修電力的台電人員。花蓮萬里溪崩山湖，今麥水量已經超過8成，強尾低。林保署宣布維持紅色警戒，唔加大意。越南富國島有觀光性病氣，造成15人死亡，21人受傷，死者大多數是去越南佚佗的印度人。輕度風台包圍，雖然已經離開台灣，各地的風雨有較小，不過根據統計，這擺風台是攏總造成全台灣134人受傷，15228人來替理。也昨落大水雨是集中佇咧苗栗南莊、新竹五峰甲尖石，尤其是尖石的山區有真濟所在綁起。昨下晡2點外，警方就接到通知，講有11人來受困，其中包括要搶修電力的台電人員。包圍風台11掃過台灣，風雨正大。警方下晝2點外接到報案，講佇新竹尖石鄉頂60線15.9公里，有11個人因為土石崩來掉佇咧路中，內面有幾多位本來要去山區搶修的台電工程人員，車掉佇咧半路，無法度向前，也無法度退後，等人來救。現場台電工程車工作人員及民眾計11名無法撤離，情況危急。警方到場後涉水協助台電工作人員離開坍方處，幸未造成傷亡。短時間內應該是通行不了啦，真的沒辦法。看到有人高背向前行，警方趕緊甲伊扣鉤。包圍風台過境，新竹苗栗落大雨，10月累積雨量苗栗南莊765毫米，全台灣第一。過來是新竹縣的五峰鄉735.5毫米，第三是新竹縣尖石鄉超過650毫米。因那頂67線，溪水一直衝入，路基攏會烏空去，通勤也受影響。我現在位置在67線的2K 左右，目前道路都中斷了。這是67線的5.4K 坍方，道路有龜裂。那因為那個有一些是電力的問題所以因為有一些也是道路的問題，所以就算有行動車，可能也進不去了。而且那個我們也剛剛有看了一下，那個地方的市化是 OK 的。現在會用市化的比例已經少很多了哈。但是緊急的部分呢，剛剛我們昨天在做測試的時候，警政消防系統都正常。如果他們有必須要緊急救護的話，還是可以打這個電話。但是普通的他們這個民眾之間的這個對話的部分，盡量提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劉世芳指示，為了要讓民眾互相聯絡，希望通團會在8日上班上課進行，協助當地行動通信。根據統計，這麼全台灣有67座基地台派去愛修理，估計13半暝11點會當修理好勢。記者綜合報道。苗栗泰安，包括前往溫泉區的苗62線，甲駛去大興村的62之1線，這個鄉道攏去雨土石地斷去。公所是趁今日好天，趕緊要搶通，希望講佇暗頭會當處理好勢，予人甲車來行。不過當地民眾就煩惱講接下來出力地疏，這個土石是愈送軟，崩塌的情形驚會愈嚴重。大隻卡土機一直開一直烏，趕緊甲土石甲卡到邊啊！這是苗栗泰安苗62之1線通往大興村的路。前一天因為風台強風大水雨，連外的路攏斷去，單地內底民眾唔那無法度出入，也攏停電無法度修理。這邊進去景安道路10年以上也是沒有電的，因為風雨太大了。也佇苗61線，石壁橋路段，路邊的山壁攏崩崩落來，已經無法度過。另外，通往溫泉區的苗62線，工作人員12、3時也趕緊來搶修。我們差不多快7點6點多，我們從我們工作這樣清下來，零星有了，反正我們以目前先搶通為原則了。包圍風台大水雨後，苗栗山區受災真嚴重。關府12發布泰安南莊甲西潭3個鄉鎮停班停課，也全部動員佇咧搶修。今日鄉公所是講，真受災較嚴重的62之1通往大興村路段，通往溫泉區的路也未通，已經加派機械趕緊來倒沙工。人不多，只不過是希望能夠把這個道路趕快搶通之後呢，他們的生活就比較方便，也不會造成鄉親的恐慌啊。北岸因為雨下太大，那些
這個坍方也蠻嚴重的，變成兩邊都不能過。溫泉區的業者講，由風台進前已經請遊客先落山，轉就當地業者甲10外遊客也佇內底，暫時安全是無問題。也路接通就趕緊落山。也民眾是煩惱講，遊山區的土石真鬆軟，山壁這土石可能會崩亂。你如果一好天氣，也是會落石。平常那邊就很常會落石。民眾講，苗62線的山壁本來就真無穩定，但看唔是細馬的落山，以免路佫斷去。公所講，除了愛趕緊甲路搶通，也提醒民眾若無必要，這幾天盡量莫去山區。記者綜合報道。根據澎湖航空站統計，留佇澎湖的遊客有3500人，除了佇風台進前部分提早轉來台灣。連帶今仔日定位的旅客攏有機會佇咧航班開放了後順利收穩。風台離開台灣，今日航空公司高雄、台南、嘉義航線無人機攏正常起飛。台北甲台中航線部分航班有變動，也澎湖航空站表示講今仔日提供澎湖往台灣本島各航線攏總共17班來收穩旅客。另外，金門小三通、金門水頭往回下門5通，今日中晝12點15分開始來恢復順班。也林保署宣布，今日早起8點30分，馬太岸溪房山湖紅色警戒來解除，也萬里溪的房山湖同款是紅色警戒，因為即賣水量也是已經超過8成強每天，各界是唔敢大意。早起軍用卡車駛到位，民眾大包小包的家伙攏搬去咧車頂。包於風台地境，林保署早起8點30解除馬太岸溪房山湖的黃色警戒，不過萬里溪房山湖也是紅色警戒，保全後開始搬厝。像難民一樣，也是要跟他們配合啊。當然想要回家嘍。本來擔心房山湖影響正大，黃連鎮縣內的收容中心，這馬土石流減細區警戒後，馬太岸溪房山湖保全後攏會使離開。公所甲兩個收容中心合做一個，收容人數縮減做29位，萬榮村收容人數也剩23位。都是一個很尷尬的時間點。當然，老人家今天在我們的收容所也待了2-3天，災害來臨的時候，誰都沒有辦法去預估它的影響有多大。八位颱風過去，風向轉向偏南風，花蓮地區剩下清晨降雨和午後雷陣雨。不過，同時萬里溪夜色湖水位超過8成，各界不敢輕忽，保全戶持續維持撤離。林保署觀測房山湖的滿水位大約海拔1086公尺，到12早起8點。水位已經到海拔1080.65公尺，調水量大約419.28萬立方公尺，差不多是總量的82.2%，強尾滿水位，過來研判是關鍵。壩體狀況就是還是穩定，那沒有滲流造成破壞的一個狀況。單位小時的蓄水量到今天慢慢又趨於平緩，所以我們會在這幾個小時，依照昨天整個下雨的情況跟未來的情況做一個評估。因為馬太岸溪是確定，離水頭並無新的房山湖，水尾的水位也無異常下降，雨量也無夠標準，所以解除黃色警戒。不過風台期間也是有民眾違規。10月下晝5點外，海巡署東部分署接到通報，有人從入去花蓮高速農場旁邊的公告警戒區域，2人無通行證走入去警戒區域，海巡開單函上裁罰。颱風雖然走了，但其實後面的浪還是蠻大的，還是要注意安全。海巡署提醒，包括海華、海港這掛佇咧風台期間，攏算是公告警戒區，民眾莫挖群，保護家己的安全。記者綜合報道。看到家人中正早暗有土石崩落來，是弄對徛家厝的後壁，市府團隊隨去到現場來確認情形，也想要甲這個住戶另外來安置，不過住戶是拒絕。今仔早起工程人員甲大石頭處理掉，也落去評估講這個建築物敢有適合個大人。這個都很嚴重，它整個攤過來。講到這個厝後壁，互大石頭攻着，走開壁攏歹去，太路也閣裝啊落幾塗骹。因為包圍風台，互貴人中正區一個徛家拜六暗時向發生土石出來，大石頭去攻着徛家後壁，互這個徛家房間也閣有走骹攏講歹去。當時佇看電視的這住戶是驚到要死，也煩惱這個厝是毋是會倒去。撞擊的時候，當下就整個碰內凹進來，灰就產生非常非常多，就非常非常擔心，嚇到魂都要飛掉了。我那恁攏叫遐，我就想本來後壁石頭落來，差不多30-40年都唔捌安尼。
災情發生了後，市府團隊甲里長知影了後，是趕到現場來勘查，也閣有特產來確認這建築物受到損害情形。發現大石頭講到2樓甲3樓，市府團隊是希望講趕緊甲安置到別位，驗據民眾是拒絕公免。他們的意思是說，因為他那個地方下來的時候，只有敲到只有後陽台的那個牆壁有受損，他們是覺得他們沒有接受安置啊，他們打算一樣住在裡面。我從出去我就我們講要安置，但是講免我們講要安置，講免技術師鑑定好，再來討論代志禮拜4時，工程人員就到現場，用機械甲石頭清掉，為了確保住戶安全，市府團隊又通知歸人的建築施工會，派人到現場來進行建築物的安全評估，確認這結構是毋是受到損害，要住戶是毋是安全繼續住佇遮。記者綜合報道。也風台是造成袂少所在無電通用，台電的統計嘉義地區攏總有10000外戶失電，也經過人員來搶修。今仔日嘉義地區這邊是已經攏有電。台電的工程人員趁着風台影響無大，陸續出發來進行復電的工作。包圍風台對嘉義地區無造成嚴重的災害，不過佇嘉義縣的一寡鄉鎮也是有樹啊、雨風吹甲斷去地歹電線。加強嘉義縣13個鄉鎮有11000外戶來斷電。中度颱風巴威帶來的強風豪雨，導致嘉義山區及沿海電力設備受損。嘉義地區累計曾停電將近11000戶，本處已於第一時間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台電嘉義區處指出，這個停電的所在主要佇嘉義縣的中部、梅山、阿里山、大埔甲竹崎這個山區。發生的問題較濟是斷去的樹仔地歹電線，也是造成電火條起去。現場加強派出50車次，100多名工程人員，佇11分點左右就完成復電的工作。電力搶修必須依據主幹線、分歧線到低壓線的系統性原則循序推進，無法針對個別用戶單獨復電。如果在路上發現有電線掉落，請勿自行撿拾或碰觸，應立即撥打1911通報台電人員處理。另外，受到風台影響，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為車站就已經成休航，原本12日要開航，不過阿里山區在規工累積免200毫米的雨量，驚山區土木甘水造成落石的風險，所以12日繼續維持休航，會閣看天氣甲現場狀況，評估開放的時間。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台北佇禮拜5放風台整備甲，這是引起爭議。都有民眾講啊，即馬風台走啊，是毋是馬來放災後復原甲？台北市長蔣萬安就回應講，這放假毋放假，攏是按照現行的機制來去決定，也市民的安全會擺做第一。幾條粒大石頭佇山頂落來，踩佇路中，雙向的車攏袂過，路封起。包圍風台暴風圈掃過北台灣，台北市北投區狀元路有真濟石頭落來。台北市長蔣萬安12到現場了解處理情形。目前還是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況，看怎麼樣做一個消波，然後後續確保安全無虞，我們才會恢復通車。好佳哉無人車受影響，台北市總共有584件災情。大部分攏是落樹倒來，經過透明清理，攏已經恢復。不過台北市拜5放風台整備甲引起爭議，有人認為應該放災後復原甲。蔣萬安講，800機頭攏是照這麼的機制做決定，市民的安全更第一。包括氣象團隊或中央氣象署事前的預測，這一次的颱風侵襲對於北部地區可能造成極嚴重的影響。當然現在。最重要就是在會復原，我們希望以最快速度在明天周一上班上課之前，能夠恢復一切的市容以及市民的正常生活。新北市有381件災情，這麼大部分都已經排除。三重寶甲新店和平公園的淹水，這麼在清理土沙落個煤。我們這一次和平公園算是積淹水不幸中的大幸，有淹上來，大部分都集中在三重、新店2個地方。那我們昨天半夜就開始清。我們希望橫衣們能夠在今天下午開放，然後把所有的堤外便道能夠清理完畢。大學分科測驗延到13、14，新北市長攏去考場視察整備的情形，確定考試環境無問題，和考生會當安心考試。記者綜合報道。
也高雄站雖然無入去豐台海上陸上警報範圍，不過這個平地的風力甲山區的雨水量是攏有到放假的標準，市府決定放豐台假。不過昨暗頭海巡甲警方是接到通報，講有民眾去西仔灣出影，也海巡甲警方呢是去到現場抗議來離開。也海巡表示講，這個西南部海峽昨是無入去警戒區，不過考慮安全，西仔灣也是有關節。豐台拄過禮拜一早起，高雄西仔灣也是有長影，有真濟愛衝影的人來現場衝影。不過前一天，高雄因為陸地風勢甲雨量達到標準放豐台假時陣，未暗捌有人佇西仔灣衝影，警方甲海巡接到報案來請引走。員警勸導民眾上岸。一，昨日中央氣象署公布資訊，台灣南部海域尚未列入警戒區域。因此，高雄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所發布之禁止進入海域公告，當時尚未生效。海巡甲消防局講，西南部海峽10日並無列入警戒區，所以市府無公告禁制令。有網友講，豐台天衝影危險，不過介意水上運動的人看法無同。不需要限制這麼多，因為公告擺在那裡，大家都是大人了，自己要有判斷力。這個浪我可不可以？是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自己去判斷啦。因認為，算水上活動應該有安全判斷能力，愛替家己負責。防災學者認為，高雄10日無佇咧豐台海境甲陸境範圍，只會讓依照災防法決定是不是要管制。風雨狀況預報比較強烈，而且在路上警報的警戒區就一定會公告。所以，如果是高雄的狀況，就代表說，第一個風力沒有那麼強，因為我們不在警戒區範圍，當然可以有權利不公告。因為相對的風險沒有那麼高，民眾覺得危險就自己不要去。西仔灣普通時就真濟人來遮耍水，海洋局講雖然無列入警戒，不過考慮到安全，西仔灣南海角頭的海峽也是有管制。海巡提醒民眾，豐台時啊海上變化真大、真危險，上好是莫去海邊啊耍，保護家己的安全。記者綜合報道。既然有未少工地的電纜線風頭起，也警方是展開調查，抓到一個嫌犯，也擱佇咧因兜找到電纜線一個證物，擱抄到毒品，專案是依法上辦。對監視器看到一個查甫人騎腳踏車來到一個工地，甲工地內邊的電纜線放佇咧腳踏車後座了就離開。宜蘭縣6個有幾落的工地電纜線互人偷摕。警方佇咧工地埋伏，要佇一間腳踏車店，發現來店內修理腳踏車的4、5個查甫人嫌疑重大。閣對監視器看到這個查甫人摸偷摕來的電線，坐計程車去回收場，趁動賣錢。佇嫌犯住的所在，除了抄到電纜線，也閣抄到劣質毒品，並持搜索票前往犯嫌住處執行搜索，當場查扣第2級毒品。吸塵器及疑似盜竊工地電纜線3大包，約32公斤。警方佇嫌犯住的所在查到3大包，差不多32公斤的電纜線，初步估計市面的價值有到6000。因為嫌犯是佇轄區內隨機建工地犯案，受害工地唔單一個。警方佇新樓甲4、5個嫌犯上班。警方講，工地因為放真濟金屬的材料甲施工設備，容易真濟賊仔的目標，業者就要加強門禁管理，將監視設備甲暗時順手，降低着賊偷的風險。記者綜合報道。也包圍豐台唔但影響台灣，包圍豐台又佇咧附近的國家，同款是造成災情。菲律賓大水禍造成水崩山至少18人來死亡。也日本有數萬戶失電，即馬包圍豐台市已經佇咧昨半暝走去到中國浙江迄邊。包圍豐台在因那侵襲台灣，也佇亞太各地造成風雨。佇日本沖繩縣受到外圍環流影響，每秒上大風速達到45公尺，造成至少14人受傷，大約是27000戶停電。日本官方也出動機械趕緊來搶修。豐台嚴重影響到空中交通，有超過100隻航班無倒飛停飛，幾萬名旅客受到影響。也佇暴風圈慢慢離開台灣、Okinawa、菲律賓了後，包圍豐台直接對中國沿海去，並且佇11半暝2擺登陸浙江省，當地氣象單位已經發布紅色的警報，並且脫離沿海也閣有較低所在大約200萬人。佇浙江溫州真濟店頭甲大門鎖起來，也有人佇出門口用篷布圍起來綁起來，就驚風雨傷大的吹入來。
這次的話好像是說要直面登陸，那肯定是對我們生活影響很大嘛。就希望他快點走吧，不要停留太長的時間。擔心的話還是會有一點的，因為也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嘛。由風台來範圍真大，結構完整。中國氣象單位預計，這擺風台影響沿海超過10個省。也有專家講，今年海洋溫度是歷來上懸的，加上聖嬰現象過來啊，溫暖的海水為熱帶氣旋提供真有夠的水汽。各國在防災方面也真細膩。公視新聞又派出5機槍編譯。越南富國島附近有一隻觀光艇載32個印度旅客甲4個工作人員，也昨下晡這隻觀光艇要駛轉去到港口，煞去予大風影響甲冰陣，造成15人死亡，21人受傷。Thưa quý vị, 15 người đã tử vong trong một vụ tai nạn giao thông đường thủy đặc biệt nghiêm trọng xảy ra vào chiều nay tại đặc khu Phú Quốc, tỉnh An Giang. Một cano chở 32 khách du lịch quốc tịch Ấn Độ và 3 thuyền viên đang trên hành trình từ hòn Mây Rút về cảng An Thới thì bị lật. 離華比敢若剩400公尺，這隻載真濟印度遊客快艇，未堪的風真頭甲大影，規隻船攏變去，互這座富國島的旅行死傷真嚴重。當地網絡媒體越南快訊報道，真濟人是掉佇倒殼的船卡走袂出來，才不幸死亡。消息傳回印度親戚朋友，大家是哭到要死。கேள்விப்பட்ட உடனேயுமே நாங்கள் மாநில அரசுக்கு எங்களுடைய கோரிக்கையை பரிந்துரை செய்துள்ளோம். விரைந்து மாநில அரசும் மத்திய அரசும் எனது தம்பி உடலை இந்தியா கொண்டு வர அனைத்து ஏற்பாடுகளும் செய்து கொடுக்கும்படி கேட்டுக்கொள்கிறோம்.富國島是越南上大的島嶼，也是外國觀光客上愛去的旅遊勝地之一。因為直航，去年來越南吸引真濟印度遊客去佚佗，敢若去年就接待大約75萬人，比前一年增加將近50%。發生這個不幸的意外，越南總理李明興已經下令展開調查，並且指示相關部門愛追究責任。印度總理莫迪也在社交媒體發文來表示哀悼，並且指示印度大使館提供一切可能的協助。公視新聞王如梅編譯。根據國健署統計，台灣在2025年，差不多是每10個嬰仔都有一個是提早來出世，早產的比例是逐冬來升懸。囝生少的問題嚴重，每一個囡仔攏真寶貝。國民健康署上新的統計顯示，2025年新生兒是107812個人，閣創下歷史新高紀錄。在這當中，有11730個人是早產兒，等於是10個新生兒內底都有一個提早出世，早產的比例嘛是逐年的升懸。安了2個禮拜，就是在繼允24週又5天的那個晚上，然後就早期胎盤剝落，所以就早產了。這樣，那因為那時候是懷雙胞胎嘛，然後他還有一個弟弟，那時候弟弟有生出來，但是沒有救活。他真的好早，他生下來只有657克而已，非常小。生下來就是要住新生兒加護病房嘛，因為他們肺就是沒長好，所以他沒辦法自己呼吸。今天還好嗎？為什麼呼吸還這麼快？要努力的呼吸哦，還有大便哦，要乖乖的嘿。那爸爸媽媽會送奶奶來給你喝，可是你不能太喘哦。早產的翁嬰仔，因面對的不是體重不足，更有高風險的醫療甲照護需求，需要病院、社福、教育體系做回來守護因大漢。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下半部的氣溫。北部地區31度至35度，中部地區31度至35度，南部地區30度至34度，東部地區30度至34度。外島地區29度至33度，也有未來3天的氣象。
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聞，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